目前现在的位置，在花莲倒塌的云翠大楼，云翠大楼有落石掉下来，现在都在人员在这里进行抢救，因为有落石，所以人员暂时撤出来。而且现在目前浓烟一直冒出，刚才有救出一位生还者，也有抬出一位罹难者，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情况，真的是需要大家带导，因为目前就多少都有一些摇晃，所以救难人员现在撤出来。很危险。如果在闷烧，现在目前在里面闷烧，所以有点困难。然后刚才有救难的人员进去，所以现在请为我们这个救难的工作顺利进行祷告。目前大楼一直还在连爆出来，在闷烧，在闷烧。目前状况还在闷烧。